你做我摇，什么摇，有人就哦，但是伊基本上咧讲，这个意思。哦，以前我在后边做的讲啊，哦，历史书都我叫做都流水用不同进入。伊讲历史书都哦，这个历跟怎样？历史书都哦，历史书都嘛哦，我叫做讲嘛。哦，历史书都按不了做到，这个应该大家都无陌生的吼。历，什么叫历？历，这个历艺术是还没进，还没正，还没正步吼。就是讲你还无了解进化这个各位，那原因，哦，那是进化，都未是进化，拢对进化无了解。哦，随时进作对它的进化，拢会变化。作对它的进化，拢会改。作对它的进化嘛，是作对它的进化嘛，是是。但是要进入真正，所以真正，迄个哪呢？迄个进化，正步，这个意境就是啥？这个情况，这个意境的情况。啊，所以你这个意境，并不给你来发射出来呢。因为我们第三个本来这个，第二是讲印象，拢是用净空，正空啊正步，拢是咧少想。哦，拢就是要见小、少小，或者看是小场面的一个是这个。但是真正这个物件写出了后，真正大就不一样，真正大就不一样。真正年轻虽然都一样，但是真正要了解物件，但是其实你能够了解它的复杂，啊，你就是开悟，你就是证悟。简单的物件，你看会变成我这个重要，你能够你了解你的这个。啊，所以呢，一定要了解历史书都历艺术的讲，你要会进步以前，因为是安怎阿罗汉，阿罗汉伊习惯，即个呢，哦，用功，伊进阿罗汉修行，伊唔安去阿罗汉，因为阿罗汉修行得去，你是讲，是安怎阿罗汉走？伊嘛是阿罗汉是讲，今日我进入正空，阿罗汉是正空啊。阿罗汉真空嘛，一净空嘛，以前我都无啊，空啊都无了嘛，那净就是我的空。他后来张正道的完空，一那净是我的空，对不对？他不是真空嘛，因为这个真空嘛，以前我去的无了嘛，才我讲，这个不要，哦，这个不要，那个类似于看不懂，看啊，但是你这个被看不懂，你看到这个。这个网站，这个内底就是看不懂，要讲这个我看，那这个看你两个，你看看看，你就是看对不对？这嘛是一个网站，但是这个通虚通偏化界，真空的内底就是讲你我都用力量，你看它低下，你不靠近内底，它就会通虚通，通虚通偏化感。你无能力个出意，你无能力个出意，你叫啥？你叫做真正。真可怜的，我能力个，一真一切真难定住，你无能力个，你无能力个出意。哦，虚化，咱的祖先，咱的祖先，咱的祖先，你有办法出意个？现在你个看呢，你就是摸清，摸定事项，摸定事项。我像人像众像是做的，你叫你把它给业分析，对不对？那个迟早嘛，哦，那个迟早嘛，那个迟早嘛，急着，哦，他急就是讲急北开，北开，我这个物件内底特别看，我这个地方它特别强，
对不对？所以叫这个物件，就是叫这个物件吼。啊，你自身内底当中，因为伊本来就是依靠发展，哦，变成叫做变成叫做一些比啦，一方式啦，变成这个。所以你学到就是学到一个物件，你学一个你真正你行业情况，你唔能够，当时咱做规定，伊要进步的时阵，伊嘛是对。伊嘛是啊，唔通啦。伊是因为你随时都今日你研究成出来，伊是在到无做，你无做迄个时阵，伊也叫他证得着，所以伊当摸着。但是咱今日学到学遮尔久，咱就着创啊，咱为着咧摸了自度，是毋是啊？个讲，这免时间。真的学习的重要，唔是心里面了咱学习，无可能。咱想讲，个人食，个人饱，个人穿衫，个人收。咁是安尼，你喙口我哋你嘛袂讲再我哋喙口，这是这道理嘛。你先生家己了嘛，你行到你家己了嘛，咱就惊讲，爸爸过了上年，我唔想看，我过了，对不对？这叫做毛。咱今日有了悟这道理了后，这是你个人代志，唔是别人代志，这点你要了解。所以咱今日爱知影，悟了之道，家己道名虽因，道名虽因，用处不同。这个道，迄个道，解存的道，解存的道，甲自性一个道，迄个道拢同意思，共名。但是一个是哪？一个是用于是名小，用是名小，这是名小，这是小。道名虽然拢相像，但是用处不同，用处不同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参与。姓名来列一个寓意，言在处，意在僻。言这个所在，意这个所在。为人心在边方，无因不净。某书传法，为人心在边方，无因不净。伊为人来讲，伊心里边方啊，边方就是咱讲的领啊，这个这个边方啊，这个边，较无听这个地方啊，因不净，伊心内到这个内到边啊，迄边到迄个。内了当时，你讲迄个经济我是了了，我就啥，你含你讲我嘛就啥无，伊咧讲伊咱听到袂明白，但伊讲伊都加迄个 Q 啊，那五音不减，真正讲伊毋正讲伊，毋正讲伊，我在讲方言，但是可以，你若是讲伊迄个啦，你荷兰荷帮来迄个外省啊，你讲迄个我是不听，我是听袂。我厝边我较早会练表，我练表我厝边啊，挂一上面呢，挂一个标亭啊，标亭镜。个标亭啊，是因为早年时过去变外省啊，个外省是较早迄个哪个？迄中国内陆的迄咱乌巴人反正咱去叫迄个对啦。我挂咧挂咧，行我厝边头尾啊，因为我是练表，我练我练表。但是迄个外省出来讲迄个我先听看，但是迄个标题咧我无读书哦，我伊讲咩听？你遮厉害！我听国语也听无，你连听国语也听，真正讲出来，我来听意思，对吧？咱连听国语，所以语音不清，迄个音虽然讲国语音出来，迄个音腔很重，所以我应该是讲这个意思。变通不不清，即马就有诶，就咧讲讲，做诶，那个我做讲公司传法。
承蒙的你我做本书把传啊，传这个经文我经历定我一定决定，一个了无事你的代价，我嘛尽我人书这个代价，你说感恩啦只合自行自动，安尼啦当然就不会他主线主动，主线主动，这个主线主动跟着如是动，如是，如是，如是，所以经文给你三个，如是地，如是见，如是性感，如是地，如是见，如是性感，不行不行，如是地，如是见，如是性感，这个地。没有什么地，这不是地，没有见不是见。如果用你今日用的这个实地，这个实地，这种是叫做如是地，这个如是地，咱都了解说，这个叫做主线，这个叫主线，这个所以如是地、如是见、如是世界，拢有这如是。但是你主线的在，用你主线的见，用你主线的世界，这句就是而且它主线主导意思。用咱的主线，用咱的主线分辨出来了解，咱袂使用咱的色心妄想，袂使用咱的色理色见，用咱的色理色见，叫做众生理见，迄唔叫做哪？叫做合主线主导。因为主线就是困嘛，主线就是困嘛，唔是众，色理色见就是众生嘛，如是地如是见就是困嘛。虽然今日合作有闲，就来讲，我决定只合先主先主导，先死我家己，先死我家己做，所以这个作文，这个作文就是某些人，都讲说，不是，不是，那个赞叹，这个呢，这个这个这个赞叹，这个作文，然后第二部分有利在言。陆地三年，就是讲以后部分有利来，这个意思，我把因我做的为把这个作印交给玻璃啊，已经传承落去，但是我已经传承落去。以后我有利来，以后的部分就由你去方面发展出来，但是还有，但是问题，也不完全是，你问的，有点老建议。有点输入，有点脑建议，有点单建议，有点体建议，有点表示，对比，就是怎样，体表示，这个反应的，体表示对，照比，在找研究，以后就是一点后边，对，当中界限，界限。有人来传承这个行规，所以呢，来讲就是有利来，来传承。入地三年，是讲做第三年，我出世，当然贵体性命，一定在出来。如果一条是要走第三年，因为做第三年，就是伊传了伊进入了第三年了。所以你贵性命的等，你个啥医疗是要等，到这里是要等，所以为了你那些东西些，那些那个做法，这等，当然就等，一等伊，也惊等于伊，惊死就惊死，做翻译，然后叫含笑归去，接着做法，接连来。所以贵性命，你用啥表示啥？所以生活当中呢，逆三年，我色色，这世界逆因破气，你用来，讲的逆，逆因就是一条命，
跟你讲起来，那伊面很难嘛，所以到尾这等于到也是少州啊，这个潮汐啊，这个昨天这个南华西啊，伊也红白以前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不宜缩微缩水，无法能去不宜缩水，如果进无无方便。这东西物件你工作这物件无咧啦不宜，有需要必须多加讲这物件无法能去，你讲到为了进发毋是讲3年久的无法能去，伊这个点啊，咱就知讲进发当中的做，做，伊若做伊进发以后，做开始离开了。工程师然后这个工程师开始伊所在，开始出来这个发生动员，伫迄个当中，咱知影伊拍落去内底，我50万内底所以伊咧咱即部位所在，我咧看动员这当中有啥物？无下这个所在，希望咱各位会当做一个，提供这个准备。我主要讲的就是讲，是不是有需要这个当中咱10分啊变20分，来做分享。而且呢，咱这个理性的这个所在，包括个人的，刚才讲的，甚至呢，咱家的分享。来做一个分享，然后跟这个分享啊是管理，是管条件，是这个调研，讲出来，大家台湾讲听不能动动不能整，听不能说嘛，听不能做嘛，做不能写嘛，那咱讲，咱听不能动，动不能整，这些是咱会当这个然后会当旁边的学生这个这个比较，这个东西伊我们快找文件，来花奖金，工厂会来大家来做一个分享，就是想关心的伊嘛是爱想节目给你我同他对这个分享好，关当年这个我咧。受到平常对就知道了今天我对后一笔做不出来了看到不？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评级。感谢点团师慈悲前导一公，坤道一公，毕班向无极郎五行3公里前导一公，再一公，3一公，感谢点团师慈悲一公，坤道一公，再一公，3一公，感谢点团师慈悲一公，持架向无极郎五行3公里前导一公。再一公，3一公，持架前人一公，送下点团师一公，坤道一公，再一公，3一公，持架前人一公，送下点团师一公。好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